华航机师工会自大年初4、8日突袭发动史上首次机师大罢工行动。9日虽进行首波劳资双方谈判，仍未达成全面共识，工会宣布持续罢工。由于罢工期正值春节疏运爆量时刻，受影响旅客估计达万人，部分民众大骂此举根本扰民。对此，网红陈怡出声力挺，直呼不干最大。陈怡日前在脸书上表示，看到很多人在骂华航机师选择在年假罢工扰民，无法获得民众支持。他直言，其实就不干最大啦，你靠北也没用，人家也没要你支持。有网友有感而发地表示，台湾其实很多公司都是如此，就是吃定大家不敢罢工，所以我挺佩服那些人。也有网友认为还有脸骂罢工机师自私，你不在乎人家待遇合不合理，会不会过劳，人家也不在意你是不是能出国度假或回家。对此，陈怡也回应不干最大，但不干需要很大的勇气。